花莲家家有一个姓赖的受刑人，伊想要投票，所以申请讲明年爱伫家家内底设投票所。即马嘛，互高等行政法院裁准，成做咱全国的第2例。严过中选会共款表示会依法提出控告。中选会是解释讲，因为特设投票所是伫无在籍投票的类型之一，严过现有的选罢法内底并无相关的规定。希望地质控制所大选节到申请一票，花莲家家一姓赖受刑人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伫甘肃内设投票所。高等行政法院合议庭7日裁定，宪法保障人民投票权，同意应该伫花甘设投票所。只是为顶个月法院裁定，台北家家这受刑人因伫甘肃投票了第2例。他都很期待说，在明年的时候可以去投票。台湾法律是没有限制受刑人的投票权，那是现实的原因下面没有设置投票所。选举委员会会收到判决书以后，然后依法来提出抗告。这2案选务机关拢强调会提出控告，按国全台共款请求也有交件。中选会指出，若伫甘肃内底设投票所，是属于特设投票所，是无在籍投票的类型之一。选罢法当中无相关的规范。议会举行公听会，探讨讨论真侪年无在籍投票选制，为什么无法度做？学者认为是卡伫执行战兵甲执政党的决心推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选票上的考量还有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一些疑虑，适用对象尽可能要涵盖在国内的所有民众了可以避免那个选票考量。以后推动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的这个经验可以作为未来公职人员选举采取不在籍投票的参考，择定部分的选举来实施不在籍投票，那要考量到选民是否能完整行使选举权的问题中选会表示，公投无在籍投票修法草案已经送入法院审查，希望为公投开始进行，建立民众信心。各项转移投票方式，也就是民众向户政机关申请免费户籍地，就近伫国内其他地点投票，海外侨胞投票，因为牵涉宪法规范，爱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